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其实你也不用太在意，我这个毛病也是身不由己，跟你是谁没有关系。姐夫，我刚打水的时候发现一个好东西，你等等啊。又找了什么东西啊？看，就是这个，有了它我就省力多了。来，我扶你上去。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做这种事情呢？哎呀，行了，就我们2个人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再说我刚才都背过你了。哎呀，你听我一会儿好不好？我们要不用这个的话，难道在这待一晚上吗？我又不认识路。阿叔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行的。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做这种事情呢？要不，我们再等一等，说不定霍恒一会儿就到了。哎呀，你行了，一个大男人啰嗦什么呀？我们走了这么远，师姐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们的。哎呦，魏将军、魏少妇，你就别跟我争了好不好？你再不让我用车拉你，我就哭给你看！好吧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这就对了。这牛车你是哪里弄来的？河边农田捡的，旁边还有一头牛呢。阿叔，你累不累？要不要歇一会儿？没事儿，这比背你轻松多了。姐夫，你可别怕我累啊！以前在草原上，什么重活我没干过，一头小牛生下来180斤呢，我还不是背着它走来走去的。哎，姐夫，你要是怕我累，你跟我聊天吧，想讲个故事什么的。好，你想听什么？就聊你以前的事儿呗。你和霍恒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从小就认识了。啊，我的父母死得早，霍伯伯就一直把我当亲生儿子带，我跟霍恒也算生死之交了。后来，我们又一起入了宫，做了宫里的羽林郎。你到车上来休息一会儿吧。阿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姐夫，对不起啊，我又做事不小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跌得有点重，咱们就在这躺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我在哪儿都是躺着。哎，姐夫，你看，天上的星星好亮啊！以前在草原的时候，我就经常这样躺在草地上看星星的。君子随遇而安。我是女子，是那个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的女子。是不是怕我训你，就先把自己可劲儿踩？被你瞧出来了。哎，别动！咦，别怕，我是不会碰到你的。不过姐夫，你以后可不可以试着跟别人多接近一些呢？我以前有个朋友叫阿明，他小时候被蜜蜂蛰过，然后就怕的连蜂蜜都不敢吃呢。就算别人提个蜂子，他都浑身发痒痒。后来呢，我为了治他，就把他关到一个毡房里面，又放了好几只蜜蜂进去。哼，你猜怎么着？2个时辰以后，他什么都不怕了。不过那件事以后，阿明恨我恨得要死，好长时间都不跟我说话。真是个野丫头。姐夫，我都给你讲了个故事，你也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。你跟我说说那个邓志为什么那么恨你啊？还老说你害死了他心爱的姑娘。这个还是别提了。说嘛说嘛，反正这又没有别人。
我是绝对不相信你是故意陷害他的。还有，那个狱警到底是不是别人派来的探子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什么？他根本就不喜欢邓志啊？没错，那位月锦姑娘在家乡早就有情郎，到洛阳来做舞姬，只不过是跟着做生意的伯父长长见识。所以她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嫁给邓志。难道你用了李代桃僵之计？连你都能那么快想到，邓志那个蠢材，到现在还在把我当仇人。那位姑娘被接进府中之后，她的家里人就到处找人帮忙，本想求到你父亲那儿，却不知道为什么求到我这儿了。我瞧他们实在可怜，又知道太后根本不愿意邓志娶这位姑娘，便想到了这个法子。我想现在这位月锦姑娘正在和她的情郎双宿双飞呢。唉，那邓志也挺可怜的，他对月锦可是真心的呢。他对别人真心，人家就得接受啊，天下可没这个道理。他仗着国舅爷的身份，不管不顾地把别人抢进府里，他的家人怎么想？那个没脑子的蠢材，真以为一个外族人能坐稳大将军夫人的位置？我要是不帮这个忙，只怕过不了几天，那位月锦姑娘就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瞧不起外族人的意思，只不过……我明白，这不关人来自哪里的事情，只是七大非偶而已。不过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什么不跟邓志解释一下呢？他毕竟是大将军，跟他结下梁子，总归不是什么好事儿吧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看不惯他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也是，以他那个火爆脾气，要是知道实情，还不得马上跑到西域把月锦抢回来啊？哎，算了算了，那么好色，老天给他点惩罚也是应该的。你别笑得那么坏。哎，我以前呢一直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呢，没想到你整起人来也是一套一套的。我年轻那会儿，鲜衣怒马，少年风流，什么混账事儿没干过，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要是那会儿我也在，该多好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你听到什么没有？好像有人在叫我们。哎，我们在这儿呢！哎，你们来救我们了！我们在这儿呢！没事的，霍恒受伤的不重。哎，霍大哥，他怎么样了啊？腿上的旧伤倒还好，不过从马上摔下来的时候，踝骨断了，大夫刚给他接好，怕是有一段时间走不了路了。踝骨都断了，他刚才还什么都没说，肯定是怕我担心，什么都不说。踝骨都断了，那得多疼啊！都怪我想的不周到，要是早点派人去找你们，也不至于耽误这么久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进去吧，不过小声点。大夫刚给他开了安神药，可能已经睡过去了。阿叔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，我真蠢，我没脑子，我就是个灾星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事怎么能怪你呢？怪我就怪我，我就是个猪脑子。阿叔，千万别这个样子，你再这个样子，我就更睡不着了。你不要自责了，大夫说了，要不是你提早把我拉回来，我可能更受罪了。所以，我应该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才对。
你都那么疼了，就别再找理由来安慰我了。那你先歇着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师姐，我害他受伤了，我害他受伤了。好了好了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啊。这是草原上最好的伤药，是我找木东大叔要来的。你一会儿下了课就赶紧帮我跑一趟。哎，记着啊，千万别跟他说这是我拿来的药，就说是你找的啊。我也不是不愿意跑腿儿，可是下午课的时候，你不是刚让霍将军给魏少夫带了人参吗？那个是那个，这个是这个。要是他能早些好，别说1天2次了，1天3次我也愿意啊。师傅，既然你这么不舍得他，干嘛不自个儿带句话给你师傅，就说我有事找他，让他过来一趟。嗯。姐夫。哦，坐吧。姐夫，你放心吧，你不在宫里的时候，我会帮你照顾那些萱草的。哦，多谢。可是阿叔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我很正常，我今天还上课了呢。阿叔，我没死，也没病，只是腿上受了点伤，你不要那么垂头丧气的。阿叔，你不需要内疚，不要忘了，我以前可是武将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而且那天骑马是我自己想去骑才骑上去的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年霍恒还一剑刺穿了我的胳膊呢。如果你真的当我是亲近之人，就不用那么在意这件事情。他刺穿过你的胳膊？不过他也没有讨到什么好处，被我一脚踢断了2根肋骨。你骗我的吧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那你多疼啊！当时啊，比现在还疼，可不也是好了吗？所以阿叔，你根本不用担心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赶紧回去，宫学的那帮皮猴子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呢。你们宫学也有调皮的学生啊？哪个学堂没有几个调皮的孩子啊？那你罚过他们吗？比如说罚站什么的？我没有你那么笨，做的那么明显。罚人有好多法子，比如抄书啊，或者让他一个人坐得远远的。等以后有空的时候，我再慢慢教给你。你愿意教我啊？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对了，我有件东西想给你。那天我说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可不是随便一说，这是谢礼。哇，真漂亮！你喜欢就好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留下来的，我看颜色、花式都很适合你，所以才特意把它挑出来的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送我东西呢，我会一直好好把它带着的。阿叔，你记不记得当时我把你从邓志手中救出来，你答应过我，要为我做一件事情报恩，还算不算数？当然算数了，你要做什么，我马上去给你弄。那你听好了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不许再为了我的事情难受，不许把所有的罪过揽到自己身上。我要你马上振作起来。
好好回去上课，重新当上女妇，好不好？好。既然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也给你一个许诺：假如以后你有任何事情，只要拿出它，我就会立马照办，绝无他言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说是有个男的，长得剑眉星目，英俊不凡，就像雕琢过的玉一样好看。他的人品也很端正，就像金和玉一样，性格坚毅，就算受了再多的苦，也只是淡然以对。魏少妇不就是这样的君子吗？别胡思乱想，这只是书中的君子。好了，我们来讲下一课，何广。师傅，我们还没听过瘾呢。就是。跟我读：谁谓何广？一苇航之。谁谓何广？一苇航之。他该不会是思春了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给我！站住！站住！你别生气嘛！你要看我给你看就是了，抢什么呀？弄坏了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是金子做的。哎，师傅，我看你这么宝贝这东西，是不是魏少妇送给你的呀？还真的是啊！快给我瞧瞧！哇，真漂亮！这花纹做的也太精致了。他说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人送给他的，那就是他娘了。恭喜师傅，魏少妇既然肯送这个给你，8成是已经做好打算，准备娶你回府了。别瞎说，不就是个钗子吗？怎么扯到那上面去了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在我们中原，钗子可不是随便就能送的。男的如果送女的这个东西，说明就是想娶她。真的吗？啊，我骗你干嘛呀？当年阿成呸！那个死宋城就是送了一根金钗给我姐姐，要不然我姐姐也不会为他寻死觅活的。更何况这可是魏少妇的娘亲留下来的呢，这意义就更不一样了。他真的喜欢我吗？所以才送我这个？哎呀，这戏本子上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多了去了，您这都美人救英雄了，魏少妇动心再正常不过啦。杨女仆来了。师姐怎么来了？哦，快请！阿叔，哎，师姐，我在这儿。我想过了，班定远的《西域记》既然没有写完，那可能啊没有收录在写成的书里边。这些都是那些未完区域里找出来的。你再仔细查一查哦，看看有没有班定远写的部分。麻烦你了，师姐。师姐，阿秀跟我说，她收到一个男子送给她的钗子，那是不是表示这个男的喜欢她呀？当然啦，男子送女子以钗，即约为婚姻之好。阿秀这会这么快，是不是那个将军啊？可能是吧，他也没说清楚。对了，师姐，阿秀收了这只钗子，他要怎么做才好啊？如果他有意，当然也要活一件礼物了。女工、书画、剑穗，不拘什么都好。书画、女工、剑穗。
这些东西我一个都不会，怎么办啊？哎，阿叔，你当时送他什么呀？啊，我当时送了一盆兰草给他，古树不是说了吗？任秋兰以为佩。对呀，也没有说一定要送自己做的东西嘛。师傅，你可以送一样别致一点的花啊、草啊什么的给他。别致？什么花草别致啊？我知道，要送就送花椒。花椒？阿玲，你别乱出主意。谁乱出主意啦？张家表姐定亲之前，不是也送这些东西给姐夫吗？花椒？可花椒是吃的东西啊！你们汉人还真奇怪，把吃的东西当花草看。这是班姑娘送来的。没错，班姑娘放下这个东西就走了，也没说要进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，她还说你看见了这个东西，自然会明白的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我看见就会明白。他没事送我那么多花椒干嘛？肯定是上次烤肉的时候你说味道太淡了，他就记在心里了。不过你别说啊，阿叔这姑娘还真挺挂记你的。哼，这么多花椒，你这辈子都吃不完。不会，他不会因为这个就无端端送我这么多花椒。坏了，怎么了？我想他误会了，都跟你们说过几回了，别乱开玩笑。误会？误会什么呀？你还记不记得毛诗里面的东门之坟和鹪鹩？东门之坟，比其之子，硕大无朋，视尔如乔。以我卧娇，以我卧娇。哦，花椒是指多子多孙的意思。感情他送你这么多花椒，是想给你生一串儿子啊？啊！天哪，你们什么时候进展的这么快了？感情是那天晚上背你走了一路，就走出感情来了？老魏啊，你这就太不地道了。这种事儿你得告诉我呀。那天要不是我们几个撮合你们，行了，明明是你误会我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走出来，可是阿叔她是阿轩的师妹兼表妹，我怎么会对她有什么？师妹怎么了？又不是没出五服，只要你喜欢，这就不是个问题。谁说我喜欢她了？谁都不是个瞎子，看不出来你喜欢她呀。旁观者清，你就说说，自从她进了京城之后，你那张死人脸有多久没摆出来过了？以前1个月都不见你笑一次，哟，现在只要见到她呀，瞧你笑得跟花似的。啊，还有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碰过马吗？别说了，我只是当她是妹妹，就算她跟别人不同，也只是兄妹之情，别无他意。是吗？阿娟可是跟我说过，阿叔虽然做事一阵风一阵火似的，可是在情事方面比他多开通了一窍。你要是没做什么让人误会的事儿，他能送你这么多花椒啊？误会？参见寇女父。各位贵女，既然已经入了内学堂，就应当谨遵内学堂之规，以贤良淑德为优，以宽和大度为先。谨遵寇女父教诲。这都1天了，他收到东西，怎么一个回音也不给呢？难道是我想多了？可是，他确实送我钗子了。这位是执掌乙班的姚女父。各位好，见过姚女父。这位是班助教。见过班助教。哦，各位好。新弟子入学这等大事，你都能走神？阿叔，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
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这不是理由，试着表率也。那些学生的家长送他们来读书，都是听了我们内学堂的贤明。你倒好，刚见面就走神，你以后让他们怎么服你敬你啊？师姐教训的是，我知道，魏师兄受伤的事，你心里不好过。可是阿叔，你要记住了，公不可以废私，私亦不可以废公。只要你身为内学堂的副者，哪怕是天塌地陷了，上课的时候都不许走神。要不这堂课你帮我上，顺便摸摸新来4位弟子的底，好因材施教。好吧？啊，你们都学过《毛诗》和《论语》了？是，家中父母已经教过诗书，《礼记》也略读了些。哎呀，这下麻烦了，《左传》是养女妇才能给你们讲的，那我给你们讲些什么呢？师傅，要不你还是继续讲《山海经》吧，我们都爱听。是啊，我们还想听精卫鸟的故事呢。那也不能老盯着一本《山海经》讲吧。再说了，阿可他们是新来的，但《山海经》的故事都是连着的，要继续讲下去的话，我也怕他们会听不懂。让我想想啊。要不然咱们来讲讲天文吧。这星象和地象不仅关乎着国运，还关乎着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比如说，将士在外打仗，只要盯着天上的北斗星，就不怕会迷失方向，这可比看日头准多了。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就讲这个，如何？一切就听班师傅安排吧。好，那咱们就讲这个吧。大家都知道，《汉书》是我伯父班固所著，那其中这个《天文志》呢，是我姑姑曹大姑续写。《天文志》开篇就讲了：金星长宿中，外观繁118米，基数783星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晚上我们抬眼能看到的星星一共有783颗，其中东南西北恒定在天上不动的，一共有118颗。阿叔，你今天讲的太好了，连我都听得入迷了。真的吗？是啊，只是你以后还要注意一些，那些在学问上有争议的地方，你呀不要那么快、那么武断的就说前人说的话是错的。要不然恐怕那些新来的学生一时接受不了的。还是师姐想得周到。对了，你那些格物之术，以后可以多讲一些。好，班大人。班大人，霍将军派人送来一封信，说是魏少傅的。魏少傅的信啊？奴婢告退。师姐，他说约我到酒楼吃饭，还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魏师兄约你？那天你跟我说的事情不是阿秀吧？难道是他送了你一只钗子？对，所以我还送了他花椒。师姐，你说无端端的，他为什么喜欢上我了呢？我总是闯祸，学问也比不过阿轩姐。算了，不讲了。你说，待会儿我穿什么好呢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大夫说了，不让你喝酒的。没事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坐吧。哦。来。啊。你不在府上好好歇着，特意让我上这儿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啊？没事，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想跟你说一说。阿叔，我送你的东西还在吗？一直随身带着呢。
阿叔，你刚来中原不久，恐怕对中原女子的事务有所不知。在中原，女子的事务分很多种，有差，有和，有华生，还有殿。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簪和钗了。这两者的样子，粗一看很相似，但是呢，单股为簪，双股才为钗。各种事物的意义也不尽相同。例如钗子，一般是男子送给女子的定情信物，而簪子，则是平常之物，只是在机礼当中，要有长辈亲手为她戴上。我送你的这只簪子，就是当年你宣表姐机礼时用过的，是宣表姐的母亲留下来的遗物，当年由曹大姑亲手为她簪上的。这个不是钗子，是簪子。我当时送给你，原本有鼓励之意，希望你效法你宣表姐，慎思之，敏行之，尽快成为曹大姑最得意的弟子。其中的意思呢，我也写在这个锦囊里的小绢条里，只是恐怕你没有看见。是吗？可能我太粗心了。阿叔，我们俩之间确实有不少的误会，只是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看待。你阿轩姐死后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这辈子就一个人。阿叔，你是个好姑娘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干嘛一口一个姐夫的叫着你啊？来来来，快喝酒喝酒。那些花椒呢？收到没有？我又托墨动书弄了一些豆蔻和茴香，回头你拿到府上慢慢用，不够了尽管来找我拿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些花椒香不香？香，香就好，香就好。阿叔，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呛着了。姐夫，你先在这慢慢喝，我洗把脸，马上回来。好。不许哭，要笑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你自作多情，你有什么资格哭啊？小二，帮我告诉里面的公子，说我有急事先走了。好嘞。姑娘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眼睛还红红的。哎，姑娘。苍元，咱们回府。喂。这个不是钗子，是簪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对，我只是因为看她太难过了，才起了怜悯之心。我只把她当妹妹看。魏师兄跟宣师姐青梅竹马，
本是天作之合，只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就是因为她的宗室女身份，先帝居然选中了她去和亲。可宣师姐的性子和你一样，哪会随便轻易答应？所以圣旨刚下来，她便上书，要先帝派魏师兄做护卫将军去送亲。什么？后来刚过了边境不久，一天深夜，师姐就悄悄来到魏师兄的帐篷，要和他一起逃婚。但魏师兄几经周折，想着亡命在身，没有马上答应。你不愿意走，好，我自己走。阿轩，结果宣师姐竟然半夜里悄悄地偷了马跑了。等到师兄发现不对的时候，他已经没了踪影。师兄又悔又急，没顾得上多想，就去追师姐。终于，在50里开外的地方找到了她。两个人抱头痛哭，正准备丢下一切去隐居的时候，我们走吧。可是没想到，半路居然杀出了一帮外族强盗。还不快走！他们不由分说，见人就砍。魏师兄虽然武功高强，但毕竟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多久就受了重伤。薛师姐为了保住他的性命，拼死的把他拖上了马。天哪，跑了！他自己却落到了强盗的手里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魏师兄几番跋涉，终于找到了我们大汉的。班勇，她是你姑姑的义女，你怎么不眼睁睁看她死？我知道，可我也不能让我的兄弟们去白白送死。你混账！阿轩，你别着急，等着我，我来救你了。班勇，再不交出东瀛关，你们的活公主会被我们活活的烤死！听清楚了吗？班勇哥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我刘轩是大汉的公主，宁可就义，也不肯枉伤。阿轩，我来救你了！魏将军，魏将军，阿轩，阿轩！魏将军，阿轩，你别怕，就算黄泉路上，我也陪你一起走。阿英，你千万不要犯傻！你听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活到老死，活着给我报仇，你听见没有？要不然的话，我做鬼也不会安心的。班勇哥，我求求你，快点给我一个痛快好不好？就看在我义母的份上。班勇，她是你的妹妹，她是皇帝亲封的公主。阿英，我们来生再见。原来宣师姐是死在我大哥的手上，难怪他一听到我是班勇的妹妹，就对我敬而远之。后来班大哥把魏师兄打晕了，之后魏师兄才去火堆那边找师姐的遗骨，可是人都烧没了，哪里还能找得到遗骨呢？姑姑说，那会儿他的手上、身上全都沾了黑灰，怎么洗也洗不掉。从此以后，魏师兄就染上了那种不能和别人有肌肤接触的毛病。原来就是因为宣师姐夜半私逃，
朝廷才没有出兵帮他去报仇。不错，先帝当时病危，皇后一个人支撑大局，根本无力去管这些。